统甜不辣正准备运往大陆南京台湾名品交易会，要攻占大陆人的味蕾。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东西，可是在那边并没有，所以这算是代表台湾名特产。勾起甜不辣灵魂的蘸酱，用西红柿、牛番茄、辣椒、姜片浸泡3个月才做成，让家常小吃有精致风味。像这包甜不辣酱啊，我们绝对是跟外面不一样，因为外面一般都是带甜味，那我们的是有独家秘密武器。哦，真的吗？这还蛮给米西给，这是什么味道的？糖给辣给。哦，就是咸的，然后又带一点辣味的，对不对？没错。口味决胜负的小吃战争，念食品科学餐饮管理的张荣轩不能接受中餐调味完全依赖师傅凭感觉，磨合走向中央厨房的概念。对，为什么西餐可以，中餐不可以？所以我才会一直逼迫我们的师傅说，我要这样做，你要协助我。同样的标准，蒜末、日本干贝、金华火腿等等轮番下锅，这一次炒标准化要做出45瓶的樱花虾酱，误差值不能超过1瓶。自从来这边接触这个工厂这一块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东西，不管你做出一样产品出来，一定要做出一个 SOP 出来。但火候是麻烦的关键。最后我们发现，其实在卤制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以低温熬卤的过程，它才能把那个汤汁锁在这个鸭舌啊或者鸭翅里面，这才能量产，保证网购族群不会只是一次客。3年攻下36个平台，业绩倍数成长。张荣轩让老川菜的副牌名声响亮。采访过程中，张荣轩透露了，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他都住在北极，意思是在零下22度的冰库里面帮忙装货出货，手都破皮了。很显然，在带领创新的同时，老店带人带心的老价值也是不能放弃。呀，还嘛给你些鹹嘅，呀，係嘛給你些鹹嘅。